查甫的情况就无共啊，你知无？像总平安的情吼，袂使。男生也是有腰身，你知无？是啊。腰身就无共款的，我跟你讲吼，来，你去侧面。好来。绑带无共的，男生的绑法吼，安尼，你头前咬右的。啊，这爱连起变，安尼就好。哦，安尼好，我手救嘞。从里面往下，从下面到上面穿过来，哦，固定它，然后这边右过来，收一点腰身。哦，安尼才会欧巴，你知不？下面就欧巴，欧巴是创造出来的。哦。那绑起来啊，油心就出来啊，从 XL 哈变 S， 你看正面够它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拔掉了哈，安尼你看，风衣穿起来就中间刚好露一个小缝，安尼腰开始射，才有精神。绑啊你是欧巴，无绑了食饱。对，啊你这手嘛唔对，你手嘛唔对，你看刮去啊，无你看风衣对吧？这条收紧，是收紧哦，嘿，啊加那像安尼哈。哎呦，安尼是唔对的。歹势。哎，哦，真正老师真正，安尼穿对不哈？嘿，会扭起对不？来，哦，再反过来。哦，安尼就才不会松掉。哎呦，安尼是欧巴。哦，不是食饱。哦，三叉10公斤。